业主账款统计表。当我们来进行业主请款估验之后，将收款的资料我们产生收款单进行冲账。那在产生应收账款以及进行应收账款冲销的过程，随即的可以来查询业主账款统计表。例如从画面的范例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在宝岛金控这个工程目前已经有预收的情况。预收的话，它会用负值来表示，表示冲账的金额超过我们应收账款的金额，所以应收账款会透过业主账款统计表来进行管理以及查询。